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是林燕如在追蔡小虎。他跟我讲说，公司有时候问我，他说都是你跟王世贤设计，然后发新闻是吧？飞哥，你还讲我是完全不知道。那可见是王世贤喜欢他，很可能是这样。不是啊，飞哥，我要换装。然后他喜欢我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呢，对他却没感，因为你喜欢王世贤。来，林燕如小姐。班主任好，大家好。啊。蛋姐嘞，老师今天在看班，给我们唱什么歌啊？带来啊，还是我的新歌《爱别留心》。爱别留心。我的主打歌曲。爱不下心。哎，爱别留心，不会留心，想你的迷心在练，欠阮的情，我阮一生不免来还。爱袂留心，不会留心，等你的迷心自你知，等待到背后，谁人同情，上这呢深。谢谢。哦，真好听的歌，很有才华的女子啊。谢谢班主任。接下来介绍的是这个蔡小虎先生，最近绯闻断了啊？有吗？本班有一位同学就被扯在一起了啊！因为其实不是他们家都用我的猪肉做那个肉馅，是真的，不是真的还假的？那这个要证实一下。哎，请林燕如小姐到前面来一下。我也不好意思哎。他不好意思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好，现在由你呢，跟他做这个问候，好不好？希望他问的话你都回答一下。同学们帮忙来思考一下，他们俩到底这个绯闻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同学们不是开玩笑的。这样多奇怪。啊，也不会啊。其实我觉得不会啊，因为很平常啊。你看他演的多好。燕如啊，这久无看到啊呢。对，因为你最近宣传期啊，这久无看到你啊。有啊，作秀。好不好啊？啊你，飞哥，李处长，啊，你干嘛把我推出来干什么？同学们如果有结论的就可以举手。你这个人是安怎哈？常常要招我去恁厝食豆奶。好，已经差不多了，同学们，请2位同学啊。我觉得站在第三场啊，这第一场还没演完呢。第三者立场啊，他们动作比较暧昧一点，有一点暧昧。有吗？有。我们有暧昧吗？对，哎，还没讲完呢，哪一个动作啊？就像他问到说，那个他说，很久没有看见了啊，很久没有看见了，他就会打他这样子啊。哦，就动手动脚。对，动手动脚。是你暧昧啊？哦，小姐贵姓啊？姓黄。黄小姐，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是林燕如在追蔡小虎。新加坡的观众朋友，哎，等一下，来，你帮忙翻译一下来。唔緊要。他要講廣東話，你幫忙。我講國語好啦。好。我唔好意思啊。我講國語啦。好啦，講國語啦。我覺得哈，那個蔡大哥對那個林小姐也是，就是好像師兄跟師妹的問候這樣而已。是沒有關係。對。那你覺得他們兩個適不適合？但是蠻相配的。哦，鼓勵一下啊！多謝。蠻相配的，我聽起來是很爽。好，沒你的代誌啊，謝謝啊。飛哥，剛剛是誰先出來的？飛哥，我的歌還沒唱哎。還沒唱歌。哦，對不起，弄錯了啊。我告訴你，不要流來流去流成仇啊！這個女孩子還真不錯。我覺得她不錯啊。我很少看到我們這個歌手裡面，就是讓我覺得，哎，她在這個鏡頭上很美的那個女孩子，她就是有這個感覺。你們，她最漂亮是什麼地方？最漂亮啊？個性吧。哦，你看都很深入了已經。像我們只是看外表，我是問你外表了。
外表觉得都好啊。我觉得她眼睛很漂亮，这个女孩，有一个眼睛稍微有一点脱窗哈，这种。奇怪了，我都还没有看那么清楚。你还要不要知道其他的？哎，莫非？后来，今天给我们打的歌叫做爱你无罪，爱你无罪，爱你无罪，来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有心无魂，心大黑粉，鼻头酸一阵又一阵，有缘无分，枉费青春，不愿做可无花的船。无眠无日无歇困无小代替，心内只有你一个无人通代替。无怨无分无反悔无惜一切，大声讲出一句话爱你无罪。爱你无罪。那个报告班主任，哎呦，我有什么感觉？话要讲了，没有，爱你无罪啊。对啊，其实这个歌不错吧？这个好像是对他唱的。其实我都不知道。他跟我讲说，公司有时候问我，他说都是你跟王世贤设计，然后发新闻是吧？飞哥你还讲我是完全不知道。那可见是王世贤喜欢他，很可能是这样。不是啊，飞哥，我要换装。然后他喜欢我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呢，对他却没感，因为你喜欢王世贤。后来你先下去换衣服啊。也谢谢蔡小虎，谢谢飞哥，谢谢。